刚刚嘛是防疫消息，屏东东港高中发生呢，敢若是食物中毒的事件，有几百学生甲一个老师，为昨日开始陆续就去到病院挂急诊，镜头拢是一头骨兼下漏，有的甚至佫发烧，可能是集体食物中毒。屏东县卫生局已经派人到学校去调查，那校方呢嘛赶紧做紧急的消毒。 病院的急诊室内底来真侪高中生，大家看起来拢真无爽快。你好好来，好好来哦，到再来好好的无爽快过来。家长真着急，带囡仔来找医生，因为镜头拢是头骨流。你有拉肚子吗？有的佫有发烧，镜头较严重。如果说吐得比较厉害，烧得比较，我们合并如果说抽血报告有白血球指数比较高，目前有安排几位就是后续会住院。 看医生的拢是屏东东港的高中生，唔有学生，佫有老师。前一暝到下晝啊，已经食饱个，是安怎安尼？敢若是食的中毒。主要是高中部以及国中部8年级的学生。以分布区域来看的话，有可能就是他们共同的食用物品就是营养午餐。 那病院初步检查，敢若是感染性落屎含胃肠炎，学校已经全部做消毒。屏东县卫生局嘛派人来调查原因。